愿景，彰化福田，韩国瑜动胜，萧景田动胜。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台湾愿景，彰化福田，韩国瑜动胜，萧景田动胜。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台湾愿景，彰化福田，韩国瑜动胜，萧景田动胜。哇！你看一下，歹势，快，你看来。一个，譬如高端产业还是白领阶级的，啊，应该树炳总统他心里面的想的就是基层民众的一些心声，还有他的生活方式，他怎么样过，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这个就是我的解读是这样，是树炳总统。我昨天在中常会是建前主席啊，第一个关于这个郭台铭的事情，他现在呢已经缴回党政，当然呢他是台北市中正里的七党部的一个党员，那由七党部呢，他缴了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党政还给了七党部，七党部呢也缴给数党部，那台北数党部开会的决议就是呢未留，所以呢这个未留的文件呢已经送到中央党部。那未留呢，我昨天就要请教主席说，到底我们中央党部的态度是什么？这个主席也是说尊重台北市党部的意见，未留，这是昨天的这个整个还原起来的状况。那你觉得就是在建议党要说留郭台铭下来继续那个帮忙辅佐嘛，国民党才能团结这样？我是很期待郭台铭能够回到国民党。大家一起来为中华民国打拼，因为理念是一样的。大家为了这块土地，为了整个国家，其实这个目标一致的。那我相信呢，合作起来，他如果能帮韩国瑜打赢这场总统的胜选，那韩国瑜也可以落实他有很多宝贵的意见，大家一起来执行。那更等于说，把他的目标，把他的政见呢一起纳入起来，让韩国瑜。让立法院共同来执行。